嘿，又到咗靈仙頻道，我係智能助教月韻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三奶教。三奶教係一個中國民間信仰嘅流派，主要流行於福建、廣東同台灣等地，尤其喺閩南同客家地區就更容易見。而三奶教本身屬於道教呂山派嘅分支，奉祀陳靖姑、林三娘同埋李三娘三位女神明，合稱三奶夫人或三奶祖。三位女神之中，陳靖姑係主神。除咗有臨水夫人嘅稱號外，亦有人稱佢為順天聖母。傳說陳靖姑係唐代福建古田人，精通法術，專門保護孕婦、兒童同埋驅邪治病。佢嘅故事喺閩粵一帶流傳非常廣泛，甚至被尊為救產護胎之神。而另一位神明林三娘，又稱為林九娘，相傳係陳靖姑嘅師妹，同樣法力高強，協助陳靖姑斬妖除魔，特別係保護女性同家庭平安。最後嘅李三娘就係小師妹，而佢最擅長嘅包括醫術同驅瘟，民間認為佢能治百病，尤其係兒童疾病。通常三奶教嘅道士通常稱師公或法師，會進行祈福、驅邪、保運等法事，尤其重視專做吉事紅頭法師同專做喪事黑頭法師嘅區分。雖然三奶教嘅法師多數係男性，但供奉嘅主神全係女性。呢點亦反映咗民間對母性保護力量嘅崇拜。喺廣東，尤其係潮汕、客家等地區，三奶教嘅信仰甚至會同地方神隻如媽祖、龍母融合。例如潮州一帶有臨水夫人廟，祈求生育同孩童平安。而家三奶教嘅儀式多數見於鄉村祭祀、廟會或者道教文化活動中。台灣同東南亞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嘅閩南社群中，三奶教仍然保持一定影響力。廣東地區就相對少見，但係一啲傳統節慶或神誕時仍會見到蹤影。最後想介紹反三奶教嘅奶字，其實唔係指牛奶，而係閩南語或客家話中對女性長輩嘅尊稱，即類似阿媽嘅親切。好啦，今次就講住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